中央公司提出爆破的作品《念》是描写客家老主管渡海来到台湾，对苗栗发现提出后又讲的故事。30年前，《念》列出天上对上进之后，得到了亚太让战，然后金马奖的肯定。中央公司也认为要抗击的中央文化上，到30年之后，客家电视台將會重新來碰熱。部分廠建就係對這件長期關係的中央文化上的一片碰熱。該時節要參加碰熱的人人都表示，面對改革從下當到長期，真經本人當難忘。反正約期到了，我就可以海闊天空，四處去開墾。由演員王濤、劉啟鵬主演嘅《天陽年》，講嘅係客家老主講過海來台，開山打拿，開墾地土，建立台灣第一口有獎嘅故事。一部電影總共用咗6000萬元碰入完成，係中央投資青態，未係用千多嘅時間拍出來嘅影片之一。第30年前嘅時代，做得講嘅大旋風嘅，本參加演出嘅演員都見英雄動情。當時我們在拍這個戲的時候，拍了差不多有1年的時間。那以當年來講，在那個年代，我們花1年的時間去拍一部戲，這實在是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投資。每一個鏡頭，他絕對不會說偷懶的說，休息叫副導演或者叫場記啊，這個來這個什麼，都是他自己親自來做，在鏡頭旁邊跟我演對手戲的做反應。呢部戲年也配影片，中央很貼片空太片從變做一下嘅中央文化賞。30年過後，客家電視台喺重慶年變做電視劇，同樣為啲中央文化賞地度來協，從一件就係喺地度嘅弱點嘅，韓國老輩嘅從幾隻優秀片嘅一個都有老市民嘅記錄，未為啲喺地度出現，看到韓客地度會有眼放韓國而烽煙。比方戲劇紅的妓院啦，苗栗跟通宵的那個街道啦，還有戲裡面那個草鞋老頭跟那個吳林芳的一些街上的戲，我們都會放在這個中影的部分。中央文化賞喺2年前關閉過後，一直冇對外開放。不過地度嘅建設經過30年，還係本人動反響。電視劇年除睇中央文化賞碰入，還會去一道天橋有獎嘅素材，苗栗沙比上碰入，愛本客家鄉親更加了解，更用是客家老主講來台灣打拼嘅歷史。客家新聞7分之7比0台北報道。